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，我係陳興昌，我係陳婉容。先睇今日嘅新聞重點。多國搜救隊喺爪，各位，亞洲航空客機失蹤第3日，多國組成嘅搜救隊終於喺爪哇海發現多具遺體同大量漂浮物，確認係嚟自失蹤嘅客機。大批等候消息嘅失蹤乘客家屬收到消息之後情緒激動，亞航總裁向遇難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。黃文俊報導。咁，亞洲電視記者林素婷報導。廣東省政府由出年1月15號起正式限制活禽銷售，目的係由源頭開始防控禽流感擴散。駐廣州記者黃地偉報導。亞洲電視記者楊楚欣報導。關愛基金為 N 無人士推出第3輪一次過生活津貼，金額同受惠人數都多過上一次。咁即係話咧，按住戶嘅人數，津貼金額介乎4000到13000蚊，預計有53000戶受惠，較上次多1000戶。繼續6點鐘新聞，交通諮詢委員會建議政府提高停車標嘅收費，同時將定額罰款調高。同時咧，亦都會調高車輛首次登記稅同牌照登記費，以控制私家車嘅增長速度，解決交通擠塞嘅問題。黃婉晴講下。亞洲電視記者江川報導。喺政府提交民情報告俾港澳辦之前，泛民立法會議員發表另一份自行撰寫嘅民情報告，希望能夠轉交俾國家主席習近平，俾佢能夠掌握社會實況，撤回人大常委會嘅政改決定。譚日鵬報導。亞洲電視記者譚日鵬報導。港大最新嘅民意調查，行政長官梁振英嘅民望上升。繼續新聞時間，海關2個月內巡查全港多區嘅電子零售商，發現超過30%嘅鋪頭賣手提電話嗰陣，未有按法例列出包括保養服務等嘅必須資料，損害消費者權益。邱靜文講下。亞洲電視記者江川報導。灣仔借款車跌錢案，警方再拉多2個男人涉嫌盜竊。警方中午喺灣仔區拉咗2個嘅福利。前聯合交易所主席李福兆日前病逝，享年86歲。有股壇教父之稱嘅李福。亞洲電視記者陳榮欣報導。因為不滿機艙服務員嘅表現，令到客機受阻嘅大韓航空前副社長趙顯娥再次上庭聆訊，以決定係咪向佢發出拘捕令。趙顯娥搭車去首爾嘅地。新聞報導完啦，再會。